最近網上面流傳咗一條影片，有媽媽就帶咗個仔去日本旅行啦。期間就見到呢個土耳其雪糕啊，諗住買啦。正當個店員一如以往伸咗條鐵棍出嚟，諗住同個小朋友互動嘅時候，個小朋友竟然一手捉住嗰條鐵棍，並且就咁搶去嗰杯雪糕，咁令到嗰個店員大感錯愕，亦都令到媽媽非常之尷尬啦。咁嘗試去制止呢件事情嘅發生。事後咧，媽媽就問翻個仔問佢：喂，點解你要咁樣做啊？咁原來個仔咧先至話：原來咧佢之前已經計劃咗好耐噶啦。佢事前就上網睇咗好多嘅影片啦，咁見到哇，原來好多人咧都希望可以自破呢個遊戲，希望可以突破呢個規矩同埋界限。咁當然啦，個仔對自己嘅行為非常之自豪。咁而媽媽聽完咧，亦都覺得個仔，咦，好似幾叻咁，識得反客為主，可以 turn the tables，個思維咧好似比一般嘅小朋友高啊。咁所以佢就好自豪咁啦，就將個仔威水嘅事蹟就擺咗上網。咁點知咧個反應就同佢想象中有點出入啊，因為咧網民嘅評價都非常之極端啊。係啦，咁大部分嘅人啦都喺度怒轟，就話佢哇，好似對個小朋友冇乜家教咁喎。係啦，好似個小朋友咧好 ill-mannered，唔係好識得尊重個遊戲同埋人哋嘅文化。咁當然亦都有啲網民就係力撐嘅，覺得個小朋友好聰明啦，好有主見啦，亦都覺得網民太過嚴苛啊，同埋太過矯枉過正咯。從呢件事咧，其實都好明顯感受到啦，兩代唔同嘅家長，其實佢哋嘅年齡咧背景可能唔同，令到佢哋嘅 parenting styles 可能都會有出入啊。以前啦，我哋比較傳統嘅上一代咧，我哋管教嘅方法都會比較高壓嘅，比較 top down，我哋叫 authoritarian parenting。例如我哋可能會要求小朋友啦，要遵從命令、遵守命令。例如遇到以上嘅情況，以前啦啲比較我唔想用老一派啦，但係上一代嘅家長啦，可能真係會要個小朋友即時道歉㗎，同個哥哥係啦講聲 sorry 咯，甚至乎捉埋一耳邊鬧爆佢咁樣啦。咁但係呢一代咧嘅家長就會比較崇尚 gentle parenting，會圍繞翻小朋友嘅尊嚴啦，係啦佢哋嘅自信啦、自主啦，亦都會讚賞小朋友嘅創意、嗰個思考能力、解決問題嘅方法，同小朋友嘅相處咧，亦都變到好似朋友咁，再唔係以前上一代嘅教育方法咯。咁所以都係一個幾鮮明啦、極端嘅一個對比。而且現今嘅家庭啦，生活物質豐富，加上顧客至上嘅消費文化 consumerism 已經慢慢蔓延到呢一代，令到小朋友咧開始失去咗 social awareness， 認為自己只要作為消費者就好似佢哋嘅父母一樣咯。係啦，我哋就應該要捍衛我哋嘅權利，令到而家嘅小朋友咧好容易無視咗人哋嘅對方嘅感受喎。咁所以咧，公道講句啦，其實父母必須係有責任教育自己嘅仔女噶，要教翻自己個小朋友，喂，世界係點樣運作，我哋應該點樣待人處事，點樣去尊重人哋嘅文化。而買得呢個土耳其雪糕咧，某程度上亦都有一種 implied consent，你買嘅其實應該唔係淨係呢杯雪糕喎，你俾嘅呢個價錢其實係成個體驗嚟噶嘛，係包含咗成個表演咯，成個互動嘅環節咯。咁所以咧，我都覺得小朋友其實創意係好緊要嘅，突破思維梗係好事啦。但係必須係要建基於互相尊重咯。而且我覺得我哋成日都鼓勵嘛，think outside the box。咁但係話到明有個 box，你梗係唔可以連人哋個 box 都要拆毀埋啦。咁所以咧，我覺得就算你話我唔中意玩呢個遊戲，咁你咪同人講咯，甚至乎你勁啲，你唔買都得噶嘛，係咪先？咁但係就冇理由令到人哋難堪噶。係啊，始終大家都係即係打份工啫，係啦，咁所以都冇必要令到對方可能嗰個生意，令到對方嗰個環境情況唔舒服。咁所以咧，我覺得其實兩代嘅家長啦，互相都有彼此值得學習嘅地方。最重要就係大家不斷檢討，不斷去提升自己育兒嘅方法，希望可以保護小朋友嘅創意嘅同時，亦都教識佢 social etiquette 待人處事嘅道理。千祈唔好演變成 permissive parenting，唔好變成縱容啊！咁樣我哋嘅小朋友咧，先至可以健康愉快咁樣成長。咁希望啦，下一次我哋可以分享其他議題，再同大家見面啦。我係 Ian Sir，下次見你。